跟巧克力呢，在家你就可以自己做，但是它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撇步呢？我们就要请这个阿彬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哦。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巧克力的这个部分呢，那我是使用65% 的一个巧克力。那为什么叫日黑呢？其实这个巧克力其实它有一个缘由，其实它这个是由日本人跟瑞士他们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方案，他们有经过调配过的可可豆，所以他们才取做日黑，所以它的巧克力的一个风味上来讲是比较独特性的。哦，原来老师当年做给我吃的就是这个日本人跟瑞士他们合作生产的这个巧克力。对，而且这个是只有日本跟台湾有卖而已，全世界只有这2个地方，其他的地方是没有卖的。那如果我们要吃这样子的巧克力怎么办？只好回到台湾或到日本去买咯。对，没有错。OK， 我们赶快来看呢，老师到底要把这个日黑巧克力呢，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很多人都说我隔水加热，但是老师用的方法也好像也比较特别。比较特别。对，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巧克力其实它很怕温度。哦。对，所以它很娇贵，它会因为温度，然后还有湿度的影响，会影响到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品质。所以我们在不管是做巧克力，或者是说做好之后的一个储存的一个方式，其实都会影响到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口感。好，那我们首先就是来融化这个巧克力的部分。那我们融化巧克力的时候，各位可以看我有准备一锅这个热水。那我们把这个水做一个加温的一个动作。巧克力你温度越高的话，它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品质，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在融化巧克力的时候，水让它煮沸之后，我们把它放上去，然后我们就可以。所以它不接触水，它是接触它的水蒸气。对，没有错。像我们这个水把它加温之后，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放上去，然后我们可以用水蒸气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看，我们在对，其实它融化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是。反而你直接在直火上面，或者是说隔水加热的话，反而效果不是那么好。而且老师这时候已经把火关掉了，对不对？对，我已经把火关掉了。那你看，我们用这个它有蒸汽的一个方式，是它在融化，其实速度很快。哎，真的很快耶。那我们就是充分的把巧克力的部分把它搅拌均匀。让它这个受热的这个温度能够充分的把我们的巧克力做一个融化。融化之后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来把鲜奶油做一个加热的一个动作。我们把鲜奶油把它倒进来。老师，这个是动物性鲜奶油还是植物性鲜奶油？动物性鲜奶油。动物性鲜奶油。对。好，那我们把鲜奶油把它倒进去之后，一样我们再做一个动作。这个配方里面也有这个葡萄糖浆的部分。OK， 好，葡萄糖浆呢，可能还是要跟这个观众提醒一下哦。葡萄糖浆它长得有一点像我们一般吃的这个麦芽糖，但是它不是麦芽糖。对，好，它在甜度上跟水分的含量上呢，都跟麦芽糖是不一样的哦。是，所以老师会建议观众朋友呢，你真的要做呢生巧克力的时候呢，还是会建议你呢用这个葡萄糖浆。好，那我们把这个动物性鲜奶油跟我们的葡萄糖浆一样，我们现在要把它做一个加热煮沸的一个动作。那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鲜奶油的部分是使用35% 的乳脂的一个鲜奶油。哦，它有差别吗？如果你买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对，所以你要注意，因为其实基本上来讲，它的脂肪含量会不一样。对，会不一样，所以就会影响它的那个口感。对。老师呢，太多是不是吃起来会腻？对，是吗？就是跟它开油嘛，它油，因为也油脂含量比较多。一定要煮沸。对，一定要把它煮沸，而不是说2个融化了就好了。因为我们鲜奶油的这个部分，跟我们的葡萄糖浆，其实它里面有水分嘛。那我们要把它煮沸，就是其实有做一个杀菌的一个动作。
那这一锅子就不要等了，就不理它了。对，这个。可是我看有的没有融掉啊，没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部分其实它是比较热的，我们是把它冲进来，它就可以做。而不是说要把它就是变成融化的这个状态。其实不用，因为其实我们的让它做一个稍微融化的是，因为我们巧克力比较多，那我们的鲜奶油部分比较少。其实你直接把它冲进来的话，它没有办法完全都融化。那我们只是做一部分的让它融化的一个动作而已。对，那把这个鲜奶油加热煮沸之后，我们就直接把它加到我们的巧克力里面。好，那我们现在把它加到我们的这个巧克力里面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不要马上去搅拌它。哦，为什么？因为你马上搅拌它的话，它温度就下降了，所以我们是可以稍微等个30秒左右，让我们的这个鲜奶油里面的一个热度去融化里面的一个巧克力，这样子你反而在操作的时候会比较好操作。哦，反而会比较好操作，所以说这时候不要操之过急，要等30秒。30秒已经到了啦，老师。好，那我们再来就是我们要搅拌这个巧克力的时候。搅拌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说我们尽量用这个橡皮刮刀来操作，不要用打蛋器来操作。那你等一下可以说看一下，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OK。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搅拌，搅拌的时候啊，最好就是一个画圆的一个动作，画圆的一个动作，我们把这个巧克力做一个搅拌。那我在搅拌的时候，其实是用慢慢的、轻轻的做一个搅拌的一个动作。其实你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说，这个巧克力我在搅拌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个差别性会非常大。哇，真的颜色都不一样哎！你看它颜色上就差异性非常大。对，我们用这样子慢慢的一个搅拌的一个方式啊，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不要把多余的空气把它带进去。因为你空气带进去到里面的话，会有孔洞吗？等一下，它会有孔洞，而且它的口感上来讲也会有影响，所以基本上来讲，好特别，好好玩哦。这时候这个方式来搅拌这个巧克力，这时候感觉这个巧克力已经很贵的样子哎，老师。对，你有没有发觉它的一个感觉就不一样，越来越贵族的长相了，越来越亮的感觉。对。那旁边的怎么办呢？好，一样，旁边我们一样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巧克力的部分，我们一样把它刮进来之后，然后一样就是慢慢的一个搅拌它，把刚刚的这个鲜奶油的一个部分完全都拌均匀之后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做最后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们把软化的奶油加进来。哇，好恐怖！怎么这么多奶油，老师？其实这个奶油进去是可以增进巧克力的它的一个乳化的一个效果，反而会增加它的一个口感。对，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软化的奶油一样，我们把它加进来。可是我不能加橄榄油吗？其实加橄榄油进去，反而你的油脂上来讲太高了。其实做生巧克力它的一个诀窍，其实你像我这样子再慢慢的一个搅拌，然后还有为什么我奶油不把它整个融化，其实都有它的一个原因在。其实你如果我们一般加热把奶油整个都融化之后，它是会分离，就是我上面是油脂，下面有水分。对。如果这样子把它加进来的话，你反而会影响到这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口感，反正不容易弄匀，对不对？因为其实巧克力最怕水。巧克力最怕水。对，它一碰到水，它就马上凝结了。所以我们用这个软化的奶油下去，反而效果会比你用融化的一个奶油下去还来得好。其实老师怎么知道？我很想问老师，刚刚那个奶油何必这样子嘞？一直搅到现在节目都快拍完了，他说还没搅好，对不对？我很想赶快来吃这一口巧克力哦。所以这个就是做这个巧克力的一个，所以这个就叫浓情巧克力了。好，那我们把这个奶油跟我们的巧克力把它拌匀之后啊。其实我们现在再来就是要做最后一个动作，还有动作啊？我还以为就要倒进去了嘞。没有，你看这个是不是很亮了？对。可是其实还不够亮。
它起来的一个效果其实还不是最完整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一个均值机，我们来做一个巧克力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均值的一个动作。好，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均值机放到巧克力里面。那你均值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放下去的时候稍微斜斜的，不要让它均值机里面有空气。哦，对。好，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哦，其实它会慢慢的有点做一个凝结的一个动作了。你看有没有？它稍微有一点点开始变浓稠了。对。这个效果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它开始在乳化。哦。对。不是因为温度降低。不是，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巧克力里面，还有鲜奶油里面，其实它有油脂跟水分。那乳化均值的效果就是要让它乳化完全。那乳化完全的话，它做出来的口感跟效果就会更好。其实你看有没有不一样呢？对。它又回到原来的那个很亮的那个。对，它又回到原来，因为其实我们刚刚那一个，其实你看起来它是很亮，其实它没有完全乳化的效果。可是我们用均值机的一个均值的一个方式，它做出来的一个效果，其实会让它整个里面的一个质感会更好。那我们就是把它均值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就可以了。其实好像又回到刚刚的样子。对，又回到刚刚的一个样子了。不要浪费，把这个巧克力这么辛苦均值以后的这好几口等一下的巧克力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这个已经均值好的这个生巧克力馅的一个部分，然后一样我们把它倒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这个模子里面，然后我们轻轻的用这个橡皮刮刀稍微把它抹平一下。好，那我们把这个巧克力把它抹上去之后，那我们多余的部分，再来就是我们把这个巧克力把它做一个抹平的一个动作。好，把它抹平之后啊，然后我们要再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保鲜膜。那我们保鲜膜就是把它拉长之后，然后这个动作你们稍微看清楚一下，就是轻轻的我们把这个保鲜膜把它覆盖上去。OK， 那我们把这个全部巧克力都把它覆盖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做好的这个生巧克力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让它冰硬。好，那做这个动作的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其实巧克力它很容易吸附异味。哦。所以你放在冰箱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做这一个动作的话，那你冰箱里面可能到时候你吃起来巧克力就特别会有鱼的味道，对不对？好的巧克力呢，老师已经把保鲜膜撕掉了哈。那接下来还要怎么处理？好，接下来我们要再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要准备这个可可粉。好，可可粉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准备这个可可粉，用一个小筛子，稍微把这个可可粉撒在我们的这个表面上面。那我们这个撒上去的这个动作，其实它是这个是当做底啊，这个反而是底哦。对，所以我们要再做一个翻面的一个动作。哦。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刚在抹的时候，我们表面上其实不是很平整嘛。其实最底下的这一个才是当做我们的面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我们的面。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真正的正面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切割我们的这个巧克力的一个尺寸的一个部分。我们也是要准备一个尺，
将我们的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大小稍微先把它抓出来。那我们的这个尺寸一样，差不多是2.5公分左右。那我们先把这个尺寸的部分，我们先把它抓好。好，这个2.5是哪里来的呢？就是依照呢你在外面的这个烘焙材料店买到的这个装的这个盒子里面的大小。好，它不一定每个都是长得一样嘛，哈。对，有大有小，所以我们今天买的这个是2.5公分的。好，那老师说你切2.5公分，但是你在切的时候不要正好2.5公分，是，不然很难放进去。好，所以你在切的时候虽然是2.5公分，大概2.4，对，好，会比较好装进去。好，那我们在切这个巧克力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我们需要用一个热刀的一个方式来切这个巧克力，所以我们会准备喷枪。或者是说你家里如果没有这种喷枪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瓦斯炉。然后我们在切的时候一样要把刀子做一个擦干的一个动作。好，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刀子温度够不够烫，稍微用这个我们的刀背稍微我们拍一下我们的手，以我们的这个手背能够接受的一个温度为原则。好，那我们就是把它切下去，切完之后，我们把它稍微再把它擦干，就跟切 cheesecake 一样哦，每切一片，每切一刀下去之后，刀子一定要弄干净，然后再来过火。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换一个方向的一个动作，然后一样，我们先把尺寸稍微把它抓出来。好，像我们这个切好之后啊，还要再撒粉吗？再撒这个可可粉的这个动作。那我们一样就轻轻的把我们的这个可可粉撒在我们的这个巧克力上面。可是老师旁边没有撒到的没关系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今天呢，这个阿彬师傅呢，跟全球观众朋友分享的啊，就是这个浓情巧克力，我们是把它叫做日黑生巧克力啊。也许你觉得很像很困难，其实一点都不难，但是就是说你要买对这个材料。阿彬师傅他还准备了像这样子的啊，你看把它这样盖上去，当你去人家家里送一盒这样的巧克力给人家的时候，而且说这我做，这是我做的，哎呀天哪，太有成就感。